呢個 X Power Mini Core 充電器咧，都打破咗我對充電器嘅認知。咁大家估唔估到佢咁細隻係幾多 mAh 咧？係10000個 mAh， 喂，仲細過包紙巾啊，大佬！咁唔止喎，通常咧有啲充電器咧細隻嗰啲咧係有功能 A 咧就冇功能 B 嘅，即係譬如你因為細隻，所以佢係冇線，又或者佢有線咧佢又冇磁吸，但係唔係喎，今次呢隻嘢冚唪唥所有嘢都喺晒度。第一，佢又跟機有2條線啦 ，Type C 同埋 Lightning 啦。咁 Type C 嗰方面咧係支援 PD 3.0，最高咧係有22.5瓦嘅輸出。喂，22.5瓦係好快嘅，即係如果你嗰個電池已經紅色啦，真係幾分鐘咧就變翻綠色㗎啦。咁另外仲有 Lightning 啦，連住條 Lightning 嘅充電線啦。咁 Lightning 嘅輸出咧就有12瓦嘅。好啦，有線之餘咧仲可以無線同埋磁吸充電，磁吸充電充手機嘅話咧係有15瓦嘅輸出，無線充電咧你亦都可以擺隻 Apple Watch 上去咧，咁個輸出咧就係2.5瓦嘅，即係話咧同一時間佢可以叉3部電話，仲可以叉埋個 Apple Watch 添。雖然機仔細細啊，前面仲有一個電容量嘅 TFT Mon 喺度，俾你知道舊電仲有幾多。後面咧仲有一個鋁合金支架，將佢變成一個手機座都得。咁多功能於一身，直頭就係攞你命3000啊！同 X Power 嘅其他充電器一樣啦，有齊呢個過熱、過充、過流同埋短路嘅保護裝置，而安全認證咧亦都攞咗噶啦。最緊要就係3C 認證，你可以上國內嘅飛機咧或者高鐵咧，亦都係冇問題嘅。有紫色有黑色啦，咁其實今次呢隻紫色咧有啲熟口面啊，即係 Kurumi 嗰隻紫色咁樣。咁但係有時男仔咧唔方便用咁多公仔咁繽紛嘅嘢，雖然我哋內心係好奔放。咁啊，但係今次呢隻紫色咧就淨紫色啫，就冇公仔喺度，就方便啲我哋使用啊嚇。咁同埋淺色咧，比起深色咧，你劈落袋裏面咧係容易啲可以揾翻出嚟嘅。咁所以呢隻紫色嘅 Mini Core 10000 mAh 有齊咁多功能，無線有線連埋條線俾你嘅充電器咧，我係私心好中意嘅。呢件 X Power 產品都有1年保養，半年內有壞啊，仲1換1添。仲有購買任何 X Power 產品咧，即可喺產品表面啊做翻個個人刻名服務嘅，訂製個人以及公司嘅禮品啊，打造你獨一無二嘅禮物啊。詳情可以向 X Power 客服查詢嘅。